没问题，咱们要客栈，能客栈，什么话？行业面的都能客栈，什么话？有可能大业地方方体面这屋里内呀，真多讲。后主介休光嘴，这屋里内，后主介休，后主介休光嘴。后主介休光嘴，这屋里内天风就光没不是嘴，这屋里内天风就光没不咧嘴，就光没不咧嘴。没不咧嘴，后主后主介休光嘴，这屋里内，屋里内，天风就光里面的天风就光没不咧嘴，咧嘴。做介休光嘴，介休光嘴就是洗心革面。这屋里内过水的礼就是洗礼，就是要洗礼。天风就光就是抛弃丢掉，就是饶恕的意思吧，就是把你的罪给丢了。光没不咧嘴就会就是后主介休光嘴。这屋里内天风就光没不咧嘴，你们要洗礼了，天王就算了，你们的罪算了。瑶族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瑶族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。